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平日見工啦、面試嘅一啲難答問題。咁我諗咧，即係難答問題有好多啦。咁呢條應該都算係即係大魔王級嘅。咁呢條問題就係咧，如果 HR 真係問到你啦，其實我想問你嘅政治取向係乜？咁你可以點答咁樣？咁我咧就諗咗3個方法俾大家嘅。咁第一咧就係一啲比較世界嘅人可以答嘅嘢啦，就係話我跟隨公司嘅立場咁啊，以事為本。咁呢啲係好世界嘅答法嚟嘅。咁第二咧就係極度直接啦，咁你藍色咪藍色，黃色咪黃色咯。咁第三個答法咧係我個人最喜歡，都係極度幽默嘅。咁當然都要你有適當嘅底氣同埋信心，仲有演練啦。咁佢問你係藍色嘅定係黃色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話咧，其實咧我係出色嘅咁樣。咁佢應該會爆笑或者起碼喺心裏邊暗笑啦。咁我都預祝大家咧，你喺轉工嘅時候揾到自己心水嘅工，最好咧就無縫銜接啦。